找不出来，全国都找不出来，全国目前找不到这个天花板了。跳这个的太多了，好多都。都是些老面孔。那扎西拉布没来呢？飞无人机。穿那个颜色的衣服有点多那种颜色的，基本每个人都应该都有一套。深绿色的那种。8点半，哦，都9点钟了。3个小花才。其实无人机飞来没什么意思。我差点就买了，飞的场我比较少，拍出来每天除非是那个穿队服那种比较有意义的那种，一般每天都穿便装的话看不大出来，只是说感觉场地还是比较宽敞。这边就3层了。啊，用真直播的。
个角度，这边一个光线是最好的。这个地方有个路灯嘛，只有一个路灯，就这个位置。这边光线是最好，然后是拐弯的地方。小巴跑了，小巴一去罗马那边去了，两边跳。这月来了嘛，跟着他走。17也来了，他们躲在后面的。我们这几个昨天晚上的，等会儿一会儿呢，我送他们过去吧，也不知道是去哪个地方跳舞。如果去体育馆的话，我肯定也要去那边吧。昨天晚上开始跑比较早，9点过2，我就跑了，就找场地去了。又过来了，我刚刚说拍17他们呢。手机拍一些吧。又在卡了吗？这后面还有一个。
他出的收了好多斤哦，我昨天没问他到底是多重，不好问的。我觉得反正他收了很多。云峰就喜欢穿那个绿色的。他出的这么好看，这减肥减了很多。之前他说他让收腰嘛，他说有剪映里面那个收腰的功能。我说远处看不出来呀，他说瘦一点，但是那个瘦了之后画面是有变形的，还是看得出来。高啊！现
边的太虚是教他们其他的舞蹈，就是有些舞跳得好的，有些跳不好的，但是他教他们那个像有些舞蹈，太虚就给他们指导嘛，就是动作了一下，他们都很愿意去练那个。拥挤来了，他休息了一下。这个程序。都瘦了一些了，我觉得。
啊，希腊过来了。这个小妹妹，也不是小妹妹哦，经常在一起的。小乖小乖的那个。35个左右，应该30，反正没到40个。这两个人维持在一起，这搞忘名字了，叫啥也像，搞忘了，3个字的。呀啦耶，家里当我的着啦，那米就比那里当了这个。还在喝水啊！还不喝嘞？哪有不喝了？不喝哦。水好水。还有点客气啊！我打喝酒。啊，西拉姆。他没啥运动，所以不累。好，谢谢。去这边。跳老夫。跳了好多了，他是以前跳那个跳舞毯的那个，从来没跳过，从来没上去跳舞。当天来了，第2天就开始跳，然后把他家那个小孩子读1年级，小女孩她不喜欢那个，待在这个地方每次都是她不跳，还要和那些小朋友玩。
圈满，你看一下这个场，这个氛围，看17，看吧，他故意这样子，看到没有？思雪给你们问好了。17，你在直播吗？没在直播，他在这边，他知道我们在直播。达西那他不需要加入吧？他是以前也在罗马的，加不加都不存在呀。他没有时间没在成都，随时在跑的那种，没有固定在这边，他不会有些不会加的。陈州长以前加入好的都回去了，又回老家都没来了。拉叔知道要上场了，然后所以跳一下，他在直播，还有10多分钟，他跳进来也就跳个10来分钟就走了。吴京也是，吴京现在都不直播了，吴京的账号有问题，他这个抖音现在人气上不去，以前人直播的比较多嘛，后面不知道咋回事，他直播只有10多20人，要么几个人，他都没兴趣现在，他都没有，基本没怎么直播了。他以前人气还可以，不知道，他说他不知道他怎么回事，他也没搞懂。哎呀，猜了他，猜了他。还有小朋友，放音乐，其实这个音乐好听的。不嫌弃我他。他喷人。用手机吧，好像没有了，用手机吧。用手机。21，还有9分钟。手机电池5%，相机电池。它应该是放新的音乐吗？就有新的音乐啊。还是拍一下嘛，这个好难得，也不是好难得，就是这个场面比较整齐。坐住了。
2%的这样。黑大姐，黑大什么意思？这个叫苏拉，他名字叫苏拉。我以为他跳一天就不来了，他是第2天吧，应该是第2天。他们都是黑水的，那个扎西拉姆，我的都是老乡嘛。这个是我的一个没电了啊，兄弟没电了。还有几分钟就完了，还有6分钟，就是10分钟左右，坚持一下。这2个跳得好的2个小朋友，小学生，在庆阳宫那边就跳了，第一次跳，有时间来了1、2次左右。这个应该在这边我第一次见到。QQ， 这儿有 QQ， 这儿有吃，哎，来，这儿有吃。哦，我们有喽，刚刚给我时间换电池。OK。